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从1月份播出到现在，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好多观众朋友还以为我是客家人呢。我是客家人啊，因为松之城有线电视台当家主播也差唔多会变成的客家文化的代言哦。讲实在啊，从呢一段时间呢，人讲嘅啊教好上涨呢。就係呢個意思啦，為到將呢個節目呢做到符合所有觀眾朋友對呢客家文化嘅認識了解啊，你要尋當多嘅資料，我要當多嘅考證。雖然過程呢當辛苦，不過每次都當有意義，當有價值。對呀，這個語言跟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哦，本來就是與時並進哦，與日俱增。那小鄧老師，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談什麼呢？語言啊，係一個民族嘅根哦，個根係冇睇嘅啊，呢個文化就係實體嘅。根本呢個主題啊，就嚟講使用嘅客家話哦。使用的客家話，好，這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我來幫我們觀眾朋友問，這個頭的客家話怎麼說呢？呀，頭嘅客家話，我講頭拿，錯頭拿。頭班人看面相啊，會先看頭拿，看起來頭大面西方，就會講當有福氣。那頭髮的客語怎麼說呢？頭拿毛，頭髮的客語要說頭拿毛。錯，頭髮嘅客家話我講頭拿毛，呀下嘅天時啊，見來見熱咯，我下嘅太熱啊，就會講頭拿毛太長，好剪了。這句客語我聽得懂哦，頭髮太長可以剪哦。好，那眼睛的客語怎麼說呢？眼睛嘅客家話我講目足。目足，眼睛的客語叫目足。錯，目足，眼睛嘅客家話很多目足，你也做得按樣講哦。嘅什麼眼目足，眼利利的很強哦。這什麼意思呢？嘅什麼眼目足，眼利利的很強哦，就是說那個女生的眼睛啊，烏溜溜、圓圓的，好美呀。就像人哋嘅小琴嘅目足啊，美係眼利利的很強哦。沈夢形成。好，那接下來這個眉毛的客語怎麼說呢？眉毛嘅客家話，人哋有講木眉毛。哇，客語真的好好玩呢。頭叫做頭拿，那頭髮是頭拿毛，那眼睛呢？目足，那眉毛呢？目眉毛。小琴色彩很強哦。錯，頭拿呢？頭愛講頭拿，頭髮愛講頭拿毛，眼睛係講目足，眉毛愛講目眉毛。好，那接下來呢？這個鼻子的客語怎麼說呢？鼻子嘅客家話係講披拱。鼻子的客家話叫做披拱。錯，就係講披拱。好，那耳朵的客語怎麼說呢？耳朵嘅客家話會講耳拱。等等，慢慢來哦。這個耳拱有些難發音呢。錯啊，你客家話要當到嘅發音嘛，我用到兩個屁音嘅聲，係冇講關嘅人啊，到兩位嘅嘅音咧，我很難一下就到位哦。佢說慢慢嘅來，過來講解一擺，耳拱，錯，耳拱。時間還夠，那我再問哦，這個嘴巴，客語嘴巴怎麼說呢？嘴巴嘅客家話就講嘴，錯，就係嘴。根本嘢，你講當到客家嘅詞彙哦，過來複習一遍哦。頭拿毛，目足，木眉毛，屁
T 講，你講，你講，再在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使學院，見本日就講到呢咯。以下我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上來了。真來了。